大家好，歡迎收睇 G 場 HK， 我 Michael。咁今年哥斯拉節11月3號咁啱咧就係星期一。咁我哋香港哥斯拉影迷會咧為咗方便大家咧，我哋將會提前一日喺11月2號就搞電影分享會咧，係慶祝哥斯拉節。咁今次嘅電影分享會咧，除咗慶祝哥斯拉節之外咧，仲慶祝我哋會咧成立5週年。咁今次電影會嘅主角就係佢啦，比奧蘭。咁喺我手上呢隻比奧蘭毛公仔咧，亦都好巨型啦。咁相信亦都係香港最大隻嘅比奧蘭毛公仔啦啩。咁同埋咧，佢嘅觸手咧亦都有鐵線喺入邊，咁可以隨意屈曲。不過今日要介紹當然就唔係毛公仔咁簡單啦嚇。咁梗係介紹下我比奧蘭嘅收藏，就喺架上邊。咁但係可惜咧，比奧蘭呢個角色咧，佢嘅產品就真係唔係好多。咁所以咧，我哋揀啲咧比較有特色嘅，同大家介紹下。而家要介紹嘅咧就係眼前呢一隻由馬魯城生產嘅比奧蘭直獸糖膠。咁呢隻比奧蘭咧，相信係市面上最大隻嘅比奧蘭糖膠啦，暫時。咁由馬魯城生產，話你睇下個底都好大個嘅嚇。咁呢隻比奧蘭咧，佢唔係一個傳統嘅綠色，佢係做咗一個湖水藍色。另外咧，襯翻金色嘅牙齒啦，背脊啦，亦都有啲金色啊。咁而心口咧，亦都有啲紫色啊，撞一啲金屬嘅紫色啊，咁襯起上嚟都好靚嘅。咁佢又都有關節㗎嚇，咁5條觸手都會有關節。另外咧有2隻腳，不過呢2隻腳咧就唔係好點喐得㗎啦。咁呢一隻比奧蘭有咩特別咧？最特別嘅咧，我相信應該係全香港得我一個人有嘅啫。並唔係話呢隻膠得我一個人有喎，而係咧我呢隻咧係錯版嚟嘅嚇。點解咁講咧？因為我收到嘅時候咧，佢係未拆袋嘅。咁拆咗袋之後咧，我要逐個部件咧去裝嵌。咁裝嵌到隻腳嘅時候咧，發覺原來呢2隻腳咧都係左腳嚟嘅。哎呀慘啦！咁我就問翻幫我手買嘅台灣嘅朋友啦。咁咧佢都好好人啊，佢即刻send email 過去馬魯城嗰度問。咁公司回覆咧就話可能係因為個工人咧入袋嘅時候咧就執錯咗。咁佢話如果換貨嘅話咧就要我寄翻隻膠去日本度換翻。咁我覺得太麻煩啦，所以我就冇理到唔換啦。咁同埋裝咗上去之後，發覺其實佢嘅外觀咧其實睇唔出嘅。我唔講你都唔知係2隻左腳啦，係咪？咁所以咧我都冇換到啦。咁結果就形成而家今日呢隻錯版香港唯一一隻啦，應該係咁呢隻係馬魯城出嘅比奧蘭直獸糖膠非常中意，非常大隻嘅隻糖膠。之前咧我喺商場擺 show 嘅時候咧，呢隻嘢咧都有帶去做展覽嘅唔知大家又記唔記得咧？而家介紹嘅係由 M1 號生產嘅比奧蘭直獸糖膠。咁呢個糖膠嘅特色咧，佢嘅顏色係非常之特別佢咧有一個漸變嘅效果嘅。喺右邊咧就係藍色、綠色嘅混合，咁而左邊咧就係藍色同紫色嘅混合咁溝得幾靚嘅隻色咁你中間都見到啦，其實兩邊面咧係唔同顏色嘅。咁另外特點咧就係佢係比較多關節嘅，尤其係佢有頸部嘅關節咁另外4條觸手都有關節而佢個形態咧就係合埋口嘅咁如果佢開口咧就仲正添。不過開口嗰隻係媽咪廠出㗎啦嗰隻太貴啦，買唔到。咁買咗 M1 號呢一隻呢隻都幾靚呢隻都唔錯，好特別嘅呢個配色非常之靚。咁亦都唔係太大隻容易收藏呢隻都係幾推介大家儲嘅 M1 號比奧蘭直獸糖膠。而家要介紹嘅就係由馬魯城生產嘅比奧蘭花獸形態嘅糖膠。我有2隻，第一隻咧就係呢個透明膠。但係咧，佢都有塗裝嘅不過如果佢有閃粉就仲好添咁呢隻塗裝都幾分析都幾仔細㗎啦，叫做。咁另外呢一隻咧就係夜光嘅呢隻夜光就犀利啦，好光嘅個花冧啦同埋個樹幹咧熄個燈咧都好搶眼嘅咁呢2隻馬魯城出嘅花獸形態咧就好高下嘅喎成27cm 左右嘅高度。亦都好慳位，因為佢冇尾巴嘅所以都擺位嘅時候咧都非常之方便啦形態都好好啦。另外咧佢其實都好豐富嘅關節所有樹幹啦觸手啦都可以喐嘅，淨係個花冧唔喐得嘅啫。咁呢2隻咧就係由馬魯城生產嘅比奧蘭花獸形態糖膠。最後要介紹嘅當然唔少得哥斯拉啦。咁眼前呢一隻咧就係媽咪生產嘅1989年嘅哥斯拉，就係咧哥斯拉 VS 比奧蘭嗰隻啦。咁呢隻媽咪生產嘅咧係呢隻夜光嘅哥斯拉嚟嘅。佢有基本嘅4個關節，塗裝亦都非常之靚啦心口金色啦血盆大口。另外咧佢嘅
夜光嘅部分咧其實係好光嘅，一熄燈你就知個層次亦都非常之分明，因為咧佢除咗夜光之外咧，仲有啲藍色喺上邊嚇。咁熄咗燈之後咧，你就會見到佢夜光嗰個層次嘅效果啊。咁啊，基本關節啦有齊啦，咁啊另外個比例都做得好靚啦啊。咁呢隻咧就係由媽咪生產嘅1989年嘅哥斯拉，就係對比奧蘭嗰隻啦。睇完我嘅介紹，大家係咪覺得比奧蘭呢個角色都好正呢？佢嘅古仔除咗精彩之外咧，亦都好凄美嘅。至於佢點精彩法咧，就靠大家買飛入場睇啦。會員買飛仲有9折優惠，另外所有買飛入場嘅朋友將會得到精美嘅紀念品同埋印刷好靚嘅紀念票。多謝支持我哋香港哥斯拉影迷會，本會成立咗5週年啦，希望大家咧以後繼續支持我哋一齊買飛入場睇哥斯拉，一齊慶祝哥斯拉節。